stepping out for the evening, but you're out all night. You're stepping out for the evening, baby, but you're out all night. You know you don't come home till morning. 玻璃发现和使用已经超过5000年了。它无限的可塑性为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玻璃的晶莹剔透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管这世界破碎多少玻璃，还有更多的玻璃被制造出来，脆弱又坚强，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啊。You know you don't make it easy, baby. Hurt me every single day. You never ever want to please me. Always something in the way. 那窑炉在烧散发一种散发一种力量，撑起我们家然后怎样？撑不住了是不是？是啦，撑不住了啦。就不要撑了，快还钱嘛！你拖3个月嘞。不过我们真的没有钱啦，现在也不景气啊。你们也知道你是怎样？没钱续土的钱哪里来？烧火的瓦斯钱哪里来？我们真的没有多余的钱啦。不然这样啦，我们去办公室讲，办公室比较凉啦，办公室凉是不是？好，走，办公室。我是说没有多余的钱啦，公司也是要经营，如果不这样的话，把地卖掉不就好了？卖地，我们不卖地。不卖地，你工厂都快倒嘞。谁说我们会倒？跟村里张爷的，真的到最后，冇聽出不出頭中黑母运动场没做得好。好啊，杜貴講嘅不得不切嘅。唔係嘅不得不切，條工人不得不切，其他人講乜嘅，一張嘢反正全部嘅錢，用有可能。哎呀，條大兵3年就冇辦法改變乜嘅，一張嘢咯，真的到最後啊。樂透也死不啦。唔用嘅工廠嘅人，你做乜嘅嘢啊？講嘅乜嘅花哈，也都係捱插貨兩嘴太卡夫呢，個工廠忘得咧，捱穿乜嘅啊？你查嘅事，我諗下查破。係呐，盡快賺錢咯。好的啦，不管用的，因你做唔得本工廠输去咯。個工廠又冇賺錢，又要按多年，捱啲咧，中秋、菜園。菜園，乜意思啊？有點有用嘅人做好啦，個村嘅人哦。我來考試。冇2碼錢。因為條街冇乜嘢，我可能很件事，用出村。你錯，我做動作事情。你有冇師傅嘅經驗，阿良嘅技術，阿貴嘅上錢？乜嘅？唔講幾上錢，佢得產就是3萬蚊啊！你創造朋友10萬台咧。冇，還有馬上唔講啊！來說一下。調假娘，臭鬼還有調假用啊！你做個老調假娘家庭，之前沒有懂得客戶對調假娘有意思沒？
是你个有钱人，然后调家娘家庭，整个事情就做得结结，有咩真好没？因为头刚有前年前嘅事情啊，唔知阿姨你喊冇？因為唔恨咯，舊人係講過啊，佢也希望行慢慢路嘅有人做伴，佢冇想哦調工哦建設工廠嘅事情，佢咩有想？係咪？阿姨你愛有好。阿峰，你先睇過來，一年就幾下排。見講啊，調工樣一種哦較素板，幾用板啊？姑嫂真愛捱呀！做得做唔得？哎呢，寫咗題嚟啊？技術上嗰條寫，冇做冇你們搶一做啦。哎，阿亮哥，阿你啊，飛書廠嘅頭家閒要閒，你都安做呀？啊？哎，我關心呢，本日咯，啲阿小玻璃，唔係男朋友約飛，我捱咗肉飛冇關係事啊！你話你講翻咯，冇晒你交錢啊？好啦，呢啲東西啊，都做下。哦，唔吧，要做好誒，我等講下先啦。冇啦，你先去。哦。阿公，你就去收驚醫門前門頭揀藥啊？唔係哪個主意啊？師傅，做嘛？老師傅叫我食飯，我係胃都痛起來。是谁？啊，你這麼忙做啊？功課？無啦，是家己練的啦。哎呦，我做到暗號咧，還什麼？迄整件有按好，那就無啦，先去困啊，也差唔多要轉。比蘭啊，來，看下。奶茶好好啊！奶茶較好啊！啊，小哥哥你呢？係你啦，我哦，單身浪漫呢。什麼呢？俺唔是啦。嚇，
讲嘛个硬化哈，条件啊猛猛的呢。哎，亚萨给九九，哦，看起来当歹头啊！你中意吼？相邻嘛，唔识，不用哦，勾成半年的，2张来1张没的，全部都太嘞。你两嫂哦，想要去环游世界啊，做得咯。还有哦，有2件木的呢。啊吼，2件木。哪都讲啊，唔是啊，哎，你哟。喂，阿基哥，叫阿爷打电话来吼，你他讲货有问题，可以汇款啊。送钱给票货。系啊，先过一下，有嘛事情哦，再来张讲啊哈。调解长，这批货迄个老师夫妇一个，来过去就好了。唔过吼，你想要继续？少啦。阿婆，那边就搞定掉了。哦，阿亮，莫做伊养家。哦，阿弟啊。呀，你们这个事情还要给？你听话这么加认定啊？你记得无讲道理呢？老记着上草，你就输脱嘞。哎呀，好用解释啦，怪爱啦，听无注意的，我都放在脑后想清楚再慢慢用。喂？你在哪？不是讲好吃饭？今天吗？废话。啊，我忘记了，因为刚刚工厂出了点问题。怎样啊？我要知道那么多干嘛？我妈菜都煮好了，你知道吗？让你妈妈煮，怎么好意思啊？对不起啦。干嘛对不起？你在工厂吗？我现在过去找你。随便。还是哦？这还是免约费啦。这唔得啦，我等下挨下呀，然后付经验。来等下有转去啊？我加1、2、3哦。咱们公司唔会很多吼。用我呀？你做嘛？你当算是夫妇？天使正人的咩？心嘛很可人啊。送钱的事情搞不来就好了。你有没有想办法啦？呀，专心对佢就好。第二年呢，13岁啦。阿亮啊，你送去舒服冇？无，佢调喺面嘅，讲你做唔错嘅，我想讲啦。俺部我是服务冇？叫阿爷呢？你有冇论叫我转来啦？佢看掉咗转啦。我先来请师傅。我讲了一大摆，做唔得按样式，唔是那有问题咯？唔讲啊？我啊，
你看，也说条案的咁错，唔要全部的东西放入去哪如何的呢？冇做係咪出问题的？冇啊，冇，有讲冇，师傅，了一下啦，也搞本来就好。哼。其實都冇唔錯啊。阿庆哥啊，都幾多些年，還看到安尼，我來偵查。虽然侦查呀這種事情，揾事去做如何呀？大擺哦，我同伢老公國泰啊，兩個人。叫我偵查，細喎，收天啊，按苦過來。师傅，你有冇？冇啦，阿廖，你送權伊就有講乜嘅冇？佢哋冇舒服啊。阿亮啊，你用唔買少？就冇買好食嘅啦。天時同槍變人咧，我食服務冇？今日去阿姨店買服務了嘅，好。阿姨，聽我說啦。哦，當然咯，冇眼用嘅老人咯。廣聰嘅發發嘅，行開識貨喎，有乜嘅鬼主意呢？ no。哎，你家生意，你我暗看，唔是重點嗎？哎，勉強做得嘛。講阿飛蘭唔會啲人哋嘅計劃，因為冇中意呢。我看唔起啦，人家都冇做啊，切唔，手機買緊嘢，唔係太強固，只係臭夾夾嘅。陳慶福，你講乜嘅屁論啊？拜託，每樓嘅情感不用強用，你唔用你就喺眼做得冇？用吧。我有不好的回憶。叫激惡呀！關我嘅事啊！阿英姐，阿英姐，發生乜事情？科中嘛係咪下來啊？阿亮哥講下唔是下，聽真咗出貨嘅啊！竟然嚟！英國啲朋友說啦。酷索，我迄陣送去菲斯里，講你要重做，安尼係冇？嗯。因為宋群同競爭對手對你衝出貨，後尾調試同宋群講，佢就冇嗰個貨，拄好有人愛買。你也辦法做得咯。迄講幾多愛店，對數都會先要貨。哎呦，迄絕對做唔定不見扣到人嘅貨款呢。阿英你啊，你用馮太啊，取到銀冇做行通。還有啊，家私做得比之前還較高，就講對方要用還較高的家私買走了。不過阿亮啊，安尼唔好啦，用來講吼，對你嘅老年行呢。係啲咧，阿亮哦，
听说迄老双拳的精总对手哦，联络顾问。啊？因为啊，佢嫌埋老阿贵，还唔偷偷喺度加班啊，管成科老辈双拳哦，穷样哦。研究还蛮切，你有调身哦。那唔系调色，佢试试看啦。无试看啦，因为我弟做得什么？嗨，无相干啦，野外啊，成色啦，吼。阿健哥，好食咯。坐坐。师傅，我去喊皮啊，倒来吃饭。基本本来啦，成做乜啫？阿亮哥，係講雙拳唔係咧。不管双拳愛慕，今競爭對手要為老貨食下來。哎呀，問題都結咧，我咪睇少少。唔是啦，老師傅先去困啦，阿婆阿貴要留下來。乖的，阿婆倒帶祝賀嘛。做到了上来啊！哦，你先吃飯啦。你的東西不用查檔啊，你先去吃。哦。大夫诶，我講開始咧，我就開始咧。哪一買料誒？哎呀，還有啊！唔怕啦，我身上買嘢。上來啦，人嚟來講下咗。伊呢？要吃东西的用处理啊咯，唔是因为无东西好食了。预言家呀？用乜安尼咯？前几日咧，唔咧讲其他人求婚咧，用预言家咯。伊講係講結婚就做唔得關工廠嘅事情。你有乜睇冇？那有可能啊。係講佢哋就聽出要向外去結婚咯。阿媽吼，做安尼啦，牽涉你結婚的事情啊。阿亮哥，哎，有去哪啊？你買涼的。哪款亮的來？然後我買鹽啊。我係便宜冇？唔是啦，你一條是你意思啦。哎呢，行啦。
做嘛？黑青人做乜嘅啦？杜正叫吼，专业煮饭的。你唔好人家搞你。哎，不是，俺吃搞改。哎，阿亮哥嘞？啊？叫去买边啦。做乜咯？做嘛？冇啦，送餐嘅人用法嘅貨個價時間有啲急，我想每日看咁早就準時交貨。来看佢啊，聽說我第一個加班是必下的。哦，再來。冇問題啊。做埋放喺度。哦，你們之後等我看。阿婆，做啥啊？我還蠻有閒。過來天數啦，唔好本師傅一世人做啦。好啦，請穩請強。哎，阿亮哥，我有事情處理下。男朋友啊？唔怕，呀。妹妹，什么衣服啦？什么啊？你做嘛？来天数啊？唔是啊，都要做好诶，那个很厉害，天数的啦。怕啦，你就按收诶，用安尼讲。阿成啊。啊？个阿燕呢，有点讲嘛干？讲嘛干？对男朋友的事情啊。这种事情哦，我们这间问件啦。俺问佢哦，因为讲啦，可能吼，迄间也生气啦。俺嘛希望佢啊，家嫁出去，上司吼也生气。阿妹，你还喊你收钱的事情呢？你讲说的，我想收给上一封书是，好吗？我上风浪。冇啦，爸爸做的东西很香，而且我看完一传到做好嘛，做緊弄搞搞啦！你冇讲法啊，冇用啊，讲嘢喺阿叫呢。阿爹爹诶！阿姨呢？阿姨呢？阿姨唔，人媽媽嗬搭大略去奈下，要按摩痕哦。唔知誒，佢冇人嚟講啊，用嘅啊。誒，入面做嘛？溝通嘛緊咯？冇啦，我前幾日冇注意衝到嘅倉庫吊燈喺開嘅啊。阿姨啊，我有事情，先去無閒咧。咱倉庫那有吊燈的開嘅啊！我知道，阿英的男朋友啊，唔係好東西。出黑眉。前兩日啲都好好，當初有看到佢老男朋友演交。哪叫啊？做下演技掛出郵費給你啦。吵乜嘅？還唔掂咧，開始行過去啦。佢男朋友唔係廿個高中同學，等人會靠附近。會啊。我係知咧，
佮只吊灯的开的，不啥？你讲阿英呢，我家男朋友打，敢有可能？唔过还无看到其他嘅啊，可能最多是送一下天的吧。嘛甲送一下天天，也着说咱人哦，你头太啊强强送一下，我生活就逼到哪去哦？你就唔是谁，慢人送。你当敢讲吼？唔看哦，从夜早就会稳土无控制后，故作怎么样呢？夜早就喊做的，看到无强样的嘛。有诶，因为上会好啊。有兴趣啊。什么兴趣？没拄好大班多奖奖嘿。你迄工人会打扮哦？无啊。无啦，讲笑的啦，我是白毛。好啊。阿神用无咯？佢早上来过嚟啊。阿神以后啊，做我讲呀？伊对运动好啊，伊会飞鼠虫的调教。哦，唔当我做模型诶。连床区吊灯咧开的，我插贴膜，当场有危险的。再来一只哎！骗人的啦！做游戏啊！好啊，吃饭啊，吃饭嘞！鱼啊！冇啊，吃饭啊，先吃饭啊，先吃饭啊！吼，阿佛一狗模子，有样的赌鬼哦。唔讲阿妈讲，阿佛哥比之前好一多嘞。夫态案件，哪嘛该脑引赌啊？哎，美艳美艳，哎，李贝贝，哎，这个啊，麻烦你帮我交给你妈妈，好不好？那这个水果呢，大家一起吃。哦，谢谢，不好意思哎。不会不会不会，哎，那你妈妈呢？我妈在工厂里啊，你要找她吗？没有没有，我随便问一下。哦，那李伯伯，这个啊，你要不要直接拿给我妈妈？不用了，你帮我转给她就好了，好不好？我还有事，我先走。哦，好，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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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心骑车，李贝贝。好，再见，拜拜。拜拜。唉，條假羊哦，行情真幾好呢。哎，我同你講，啲人咩頭一擺咧呢？哦，你唔會欠哦？唔會啊，但希望媽媽真係前到意啥，即係嗰件醒然嘅嘢，先可以從爸爸強用啦。哎，用的做事情啊，你看，亚德冇出江南，跟俺就出国哎。哎，卡假要做个董事啊。师傅，条干娘很色彩，充满这个灵法。我有啊，我你，卡假的哎。Kia，是个谁呢？哎呀，还有很难事。妈，
我听我阿姨讲啊，其实小解对象本意，唔知我无兴趣哦。你讲相亲照片哦？系啊，你去试看奈嘛？哦，还是你较中意李贝贝？那迄娘妈妈呢？我讲我以为无啦。然后我无想按到，除了工作哦，我都希望你做一个家庭医啦。我事情再搁讲啊。我再讲讲，你老豆还后生哦，无结婚我做嘛解啊？无啊。无安尼啦，各位惨的吼，唔得个至于转落，唔得向我按求，我唔识看过伊呢。好啦，我无老佮讲。到时节吼，我拢佮讲，结果我妹头转去，安样呢吼，我都唔识笑咧。哎呦，那有爱用黑面痛呀妹啊，我用我都死面子啊。好啦好啦，你家家吼，带佢转来啦，吼。啊，走来，听讲你吼还有事情要处理下啦，吼。你要处理啊？嗯。要飞没？老妈啥处理啊？阿菲兰，我哟呼！哎，菲兰，你听讲你有喊么？还是要给你3年本意。歹势啦，听佢做唔得啦，吼。啊，妈，都带老妈才要飞啊哈？妈。错啊！阿姨，你想我噶？唉，爱好一知道一条街用有新的对象，就按到唔知听听。俺样看唔出来，条眼有对象。真紧啊！佢讲好要拜六，老人约好了呢。有样，老乜人啊？我还没上去底啊。么，多时节，人听一看啊。Good idea。阿哥，阿廖，终于满了。我会教的啦，师傅现在一天做啦。阿廖，师傅，过来一下。师傅，用按叫阿亮国主老路师傅向我做。用我点呢？打枪。师傅，莫喊你啦，没钱的啦，师傅。师傅，全世界去医院，让人强下去好无？是啦，我用做唔得啦。莫生活好无？你还莫做遐都看无买清楚的，啊用做这动危险唔知么？还不是看没社会出来啊？起啊交易下生命，把个东西变个那样，俺都清清楚楚啊。看你啰里啰嗦的啦，刚才爱做些。师傅，有影无？有听出无？
你搞不耐啊？抽一下。无老你了讲啊。来，实在唔小心，跳江人乜跳人生英文情啊！太出题哦，非常因为唔中意小嘅人。你用啥也去做那出戏啊？啊！对，哎呦，出太你说爱保养咩？阿弟啊！给面。係真嘅嘅啊！哎，我按太爽啦！買啲啦！你使唔使嗰啲啦？菲兰啊，你真经有对象了呀？冇菜，还得喊得想让你请你们请。哎，阿勇，你咁勉强就冇问题的呀。佢声音看起来有淡动。哎，唔系啦，我的意思系讲哦，佢变做调家，喺工厂就唔会忘记了呀。呀，人也得要养来鸡吧，好够强用。好啦，你弄啲嘢吼，你拜托你哋啊，先坐一坐，还有事情哦，跟你讲啦。好，听讲哈。亚拜哦，俺无法讲咧。亚莎变嘅咧哦，激住住嘅嗰個批條喎。你想阿燕的题目啊？用乜點咯？假使佢啲應該人嚟講啊。係，再摸一下啲咧。阿燕呢？做乜呢？原来，你讲真是无想要讲，要唔怕啦？喂，叫我挨老挨媽講，老公從小要咯，土地買地1萬債，還有找我欠你條路卡。同事都安尼讲咯，佢同事当啊？
师傅，无老家了讲，那第一件事情。哦。你第家副卡进来哦。这怎么一回事啊？你疯了？你可以骑吗你？你什么意思啊？我他妈车被砸还什么意思啊？你对咖啡对你这么干？马开，对起做马开，慢些。哦，冇这次啊，因为佢本人帶係冇。阿貴，你點好？我你點啊？家希望？阿貴，攞個天賦辦東西啊。哦。阿貴，阿良軒喺條呀。奇怪咧，阿良乜隻軒喺條呀？阿良佢磨窗牙，牙要卡在，乜隻路？佢話乜隻路去嘅？你有啲佢這路哦。嘿嗱，阿良哦，頭腦硬火，其實做得成，更加好嘅天王識條路哦。你唔知哦，我當你當了解佢呢。後排嘅事情我用我啲，我比佢較慢幾下人咗咯。佢哦，願望啦，愛個也愛行啊，叫兄弟姊妹呢。叫兄弟姊妹哦。哦，我同佢交情10年，佢就冇咬我講啊。啱子唔啱打咧，屋卡冇錢，有乜解好講嘅？萬人屋卡有錢。係行老數呢，你愛談啊唔愛談啊？講到也阿良哦，佢哦將來時間，有一擺啊調工廠嘅錢，結果拄好俾調工人看到，一調工人冇怪佢，係拿錢幫佢去還債呢。還有哦，佢哦一照顧阿良嘅阿妹哦。師傅啊，原來我爸馬晒技術較好啊。當然係你爸爸。頭擺哦，所以比賽時間，你爸爸時常嘛得太將軍了呀。真勁啊！哎，師傅，啊？你用嘅啊？你用嘅啊？冇啊。哎！
师傅，大天发，师傅。亮，有鸟吗？没有。师傅呢？原來師傅早就被看冇嘞。你冇注意到啦。你说嘛呀？工厂处理少年天天，还搞得出事情？下次假裝小藝唔可以笑玻璃，我嘅事情都唔可以幫藝做，要藝幫幫埋氣。我咪千種嘅事情都係笑玻璃啊！我咪想我聽數工廠啊！太搞笑了。阿亮哥，原來技術暗好，做緊人哋研究啊？ยัง記得和世界的事情。你係講調解嘅事情啊？有一日，就甲那一隻銅匠的玻璃本來看，伊攏愛講，你講愛做咧做出
共用的东西，也只有自己的。阿亮哥，你调下干嘛解啊？迄样时候，我应该无安坚持。等我老公过身以后，工厂还能做下去。好点点的讲遐做嘛喏？拄迄错毋错啊？迄我无安坚持哦。根本呢，都没发生很多事情呢。年用的啊，三出腰的啊，按认真。来讲也较无做，有种无气飞的啊。恁迄唔迄哦，大崩也气飞哦，阮条路啊。张公很认真，讲买小发。来看哦，也下就算工厂放体，你好，你唔要坏事啊。除了小玻璃，你会马改啊？其实，俺妈黑啊，你也承认，除了小玻璃，马改都唔晓得。师傅应该马黑。再个讲，我还有目标，还望做到。马改啊，撒盐啊！哦。鲁先生吃饭喽。护士小姐，我来好了。哎，我出院，大家做乜嘅咯？哎呀，我今年是专业的啦，来吃饭了哈。我安尼啦，我小水果吼本身哈。我有记到你啦，唔会好嘅，我想做。师傅，身体唔好，都要陪医生看好来呀。飞来，还先转哈，阿婆啊一下就来嘞。师傅，假咁识掉嘅呐，记得要食药嘅哦。阿庆哥，我的乖乖呢，还你马改无？唔是，安尼我让我做事啊？无安尼啦，等问医生啦。佢讲等释包后哦，我来看一下啦哈。哎，俺们同讲过的哈，唔是。两个人的天使应该是合小玻璃。喺工厂吼，有阿亮、阿福记里头啦。你想我家家出去，那里头吼，妈妈今天唔到医院啦，佮医生嘛有讲过，过2年哦，都是出院的啦。哎呀，那冇错哦，
啊，容易了，我哪会无？唔会因为忙，工作就停下来。迄个大家庭啊，做唔得忙。其实我哋大家，我真少呐，尤其系阿燕呢。问题了。阿燕哥，我有事情小人参详。嘛个事啊？我今日讲嘅係天花，唔係真是嘅。人家要吃到工厂属于落面好，也没有坚持。苏长，條腦快睇嚟希望，班用上。也没讲工厂要属于落，迄时候，因太教要散退。可能唔知啊，你做就老爷咪当作去解无。唔要講咁啲，有咩閪啊？有咩來地方，當作係人出格嘅喎。师傅，哇，师傅，要做乜解啊？师傅，一到底要做乜解啊？奶奶，哎，很多是工厂的事情啊。錯啊！遐間工廠哦，唔啲人做在廠結叫，下禮拜哦頭前嘅應該來咧。啊，有條事情哦，其實唔是小呀。你有可能會少，都冇幾個辦法啊。你記得你小個上日本有乜熟事冇？你講我媽係新對象啊？新對象？係咪你講嘅？他是卡都啲啊，我媽冇攞嚟講咧。我未啷講嘅，慶祝啲工廠嘅買睇嚟啊，做乜很少一條事情啊？你講乜解？我係工廠買牌。啊，幫妹妹啷講嘅？
师傅，方向过来。师傅，救命出现！过来，阿廖。说给你哈，不能吝啬啦。这位罗先生，嘿，嘿啊！调侃用，俺老总六场无休假，喊慢啊。好了，莫讲问嘞。阿果，麻烦你带这罗先生哈去参观工厂一下啊。好，那麻烦你了。这么跟无人来讲，这个工厂收起来，土地买得啦。我没说过恁讲过的。哪有？好啦，等确定的吼，怎讲啦？爷呢？我家主弟为什么老工厂留下来？不过呀，工厂确实赚唔到钱。工厂对你来讲，才有赚钱没？也係爸爸的工厂诶，係爸爸唯一留下來的東西诶。用走的人用就不易拿走啊！係講爸爸很財，基本用係笑啊！阿爷。罗先生，这个就是我们的小型保温箱。It's mid-July, she learned to fly. I'm crawling round now, I cry and cry. I lost my love, she packed my dreams and headed far away from me it seems. She broke me open, she smashed me up. Now I'm down and out now, I can't wake up. I'll never hate her, I never could. But she broke me open, and I knew she would. I won't see her later, I won't see her again. She's not coming over every now and every then. It's mid-July, she learned to fly. 爱弟，调甲娘做安尼结婚，以下的可能无办法结束。但是向阳，上爱留等的，迄个你，像伊家人的感情。Out on the lake, I filled with
其实不管迄倒哪，毋拄做地老遥的心血传承下去，错无？ 我说变无。 I can't see her eyes no more. Can't feel her heat. I'm just another broken bottle on the street. It's mid-July. She learned to fly. I walk the earth, but every moment with you was worth. I can't see your eyes no more. 知道给阿良各位真情呢。恶魔有真情，我就是天使了。龙哥三，天人者呢？ She learned to fly. She learned to fly. It's mid-July. She learned to fly. She learned to fly. 我根本係見笑喎。你的家人用袂啊？去啦，去老爺媽媽費事你啦，冇事情啦。我嚟到喊啲一個乜解啊？你先那邊，然後轉去啦。你喊我轉來哦，我係想每年用白費事你啊。嗯。阿良，打拍出來，大家用，過去啊！冇要緊啊，過去啦。 要多進來啊，媽。哦，媽媽這邊的啦。逐擺吼，看阿良的說毛迄邊，媽媽傾向會說啦。不過逐擺經過了當吼，都因為有事情唔記得咧。阿燕的啊，還佫說記無？ 阿燕的啊，因為唔好。無安尼啦，我講買記下，強樣好咧，吼。 痛痛啊！我感动一下不行哦。
做嘛喏？阿庆哥吼，今晚你要过来啊？我扛不住啦。你用一早起喏，按古时啊。第二3年吼，回到玻璃工厂，我唔想要陪伊过年啊。你要去哪去？还没，我去阿姨啦，阿姨，调工人，我去。两才去做乜噶？阿姨做做咩咧？哦，你按操吼，去到医院吼，还不负责手机哦，叫出来啦。嘿咩？你看啊，阿飞来要讲笑了吼。冇想到，係阿良嘅孫兒叫嚟工廠。嘿咩？嘅阿良呢？安排也为就会变做观光的工厂，唔好用啊。你要会抵啊？第一时间看到跳甲你做动奖，伊讲幸福就像匠的玻璃相用，其实真难讲啦，也唔晓讲。阿亮哥，我爸爸之前讲的资格系嘛解啊？哪有讲啊？阿亮哥，我我爸之前到底嘛个变咩啦？阿亮哥，我爸到底讲嘛解啊？无啦。阿亮哥，老外讲啊！阿亮哥。你讲的玻璃就越难烧出来，也越难保存。不过，就留幸福相拥，会你会通宵，所有过嘅幸福。韩国勇敢追求新嘅幸福。